裝修做全屋智能呢幾個案，你一定要記住。喺水電階段一定就要提前介入啦，因為咁樣會影響到最終嘅實現效果嘅。特別係啲工序上面，唔同嘅產品係需要有特定嘅一個安裝環境嘅。我哋擁有小米、蘋果、華為超過6年嘅一個落地經驗啦，咁我都可以分享下其他 point 俾你嘅。比如話，我哋究竟將嗰啲傳感器擺喺咩位置係合適嘅？唔同嘅窗簾類型，佢需要嘅電源，佢嘅位置係應該點樣去安排？唔同嘅燈具同埋佢嘅調光流線係應該點樣去做一個設計？以及我哋嘅攝像頭啦、網絡啦，應該要點樣去配合翻我哋嘅全屋智能？同埋我最緊要嘅，如何揀一個非常有性價比以及適合你屋企嘅智能硬件產品？呢個係非常重要嘅。以上幾個 point 係我哋做咗咁多年落嚟，認為比較重要嘅一啲需要注意嘅事項。想了解更多、更加詳細，甚至想要清單嘅話，點讚、關注，喺留言區留返你嘅聯絡方式，隨時聯絡我啦。